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2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是全市高中小开学的第一天，市长委贴为了了解校园的防疫，一透早就到新营各界关心。会中市长肯定所有教职人员努力，嘛呼吁加强门禁管制，保护师生的安全健康。国际受到 Omicron 突变病毒的影响，造成国内疫情再度升温。11号为全国高中以下的学校开学的第一天，一透早市长会提深心到新营国小实早校园防疫的紧闭状况，并呼吁所有的防疫措施一定要确实做到完整，来保护老师和学生的健康安全。今天是开学日，特别来看一看学校的防疫整备。那也要看孩子们、同学们到学校的状况，因为我们特别选择小学，因为小学都是12岁以下，所以都通通没有接种疫苗，所以对于这个 Omicron 的保护力特别需要关注。目前全台南的国小老师已经接种过2剂疫苗，占比例高达98%。第3剂嘛陆续咧安排进行中，这礼拜可能会有大规模的第3剂施打，希望透过大人已经完成施打，同时加强校园的门禁管制，会当提供给囡仔经济保护。那日前曾经发生过有外地的确诊者来到台南跟我们这个孩子上冬令营，结果造成大恐慌我们也正在积极处理这个事情。以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孩子们的确是很这个脆弱的需要保护。所以我们今天在开学日的现在，特别来看一看学校防疫工作以及对于我们孩子的保护。那希望说，大家一切平安不要再产生新的疫情。那这样子的话，对市民朋友们、对家长、对孩子、对老师都是一大好事。特别选择的国小是因为国小大部分的囡仔拢伫12岁以下，拢还未接种过疫苗。在这波疫情升温的状况之下，必须要透过其他部分来加强，才会当来提升对囡仔的保护力。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市长上午对啊视察校园嘛，紧急举办防疫记者会，降低家长的不安。因为高雄市的确诊个案，曾经伫2月7号到9号参加台南的冬令营。市长表示，干除了扩大框列相关接触学生，并且积极安排采检加居家隔离。到目前为止，采检拢是阴性，同时该校嘛配合防疫停课来消毒。在何时开学第一天，虽然淡市并无疫情，不过因为传出咱2月7号到9号有私立高中办冬令营，结果有高雄来学生确诊，嘛甲咱的女学生有接触，造成一家伙3个人拢发病。为了降低家长的顾虑，所以市长委托上午提早向市民报告确诊者的卡车，主要是台南到高雄的代替运输。嘛强调，干扩大框列已经有134位居家隔离，加上自我健康监测的总共145位。虽然目前检验都是阴性，也需要密切观察。那总共有210案子，是在隔壁县市的案例19528，但是因为他来参加台南市的冬令营，所以这些接触的都被列为这个可能的这个需要居家隔离的对象，所以我们也在第一时间2月9号采检，2月9号就马上将这些人匡列起来直接送这个集中检疫所。市长强调，参加营队女学生毋是住台南，希望受影响的市民拢会当伫14天的隔离时间无发病，出来以后嘛是维持阴性，平安度过这个可能危机。特别今仔是校园开学，嘛互教育针对校园的防疫整备，以及师生一旦传出确诊以后，如何加强规范的作为。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那延续刚刚我们这个由群创光电甲机密核中心共同合作所开发疫苗质量的分装机等自动化设备，都希望协助疫苗的注射站会当快速安全的作业。日前伫副市长郑谦的见证，群创将第一件设备正式关乎机密病院。
为了防疫，政府甲各大医疗院所拢会加开疫苗施打站，其中因为辉瑞 BNT 是浓缩剂量的疫苗，接种的作业比较复杂，护理人员必须要试试、重复来测试甲摇晃。为了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奇美医学中心甲群创光电共同合作，开发智能疫苗的剂量分装机，甲 BNT 疫苗瓶的翻转机。希望会用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我想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疫苗的注射是一个防疫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我们的疫苗种类相当多，那这个抽取疫苗，医护人员也都是希望能够多抽一剂，多打一位哈。所以这个剂量的精准度相当的重要。那群创光电呢，他们在世界的大厂呢。他们看到他们可以帮忙这个防疫，所以就构思了这个智能的疫苗剂量分装机。那这个可以减少很多这个医护人员的辛劳。在精益求精里面呢，院长也鼓励创新，所以由林首席带队，把他的点子，把我们医护人员的工作上面的一个痛点告诉我们。那我们群创光电本着我们是自己是面板大厂，用在的技术来帮助我们国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防卫我们的防疫体系。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把我们这个成果展现给国人。那我们不仅是只有在台湾，我们希望把这个做好，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然后协助全球来做防疫工作。群创光电以面板产业的专业，提供第一线医疗人员高精密专业的医疗面板。尤其这台智能疫苗剂量的分装机，不但具有作业安全、容量的正确，而且生产的时间一致、简单操作等6大特点。不管是什么疫苗，经过面板的设定，拢会用来分装。日前伫台南市副市长戴谦的见证下，群创光电嘛将首件设备捐赠给奇美医学中心，并且正式投入启用。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国民党在和串联专台22关市的议会党团，庆祝政府开放日本福岛5关市的食品。其中台市议会国民党团嘛批评过去民进党高层反对核实，现在却糟蹋家己的承诺，根本无将人民的健康看在眼内。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书记长李中琴的号召，包括党团这位议员以及市党部主委加防复新党部主委，上午共同伫议会召开记者会，每人手摕反核实的标语，大声喊出拒绝核灾食品的口号。拒绝核灾食品！拒绝核灾食品！拒绝核灾食品！会中国民党团并且找出2016年赖清德副总统伫担任台南市长时，恢复议员的质询，强烈表达反对福岛生产的食品进口，强烈来批评执政党浊世经费，爱收回进口的命令。福岛所生产的食品，咱是完全禁止进口。福岛所生产的食品，咱是完全禁止进口。担心过去民进党政府有很多的包含我们过去的赖清德市长、当时的陈局市长，包含我们的陈亭妃委员，当时针对核灾食品，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强烈的反对。但是现在他们换了位置，却换了脑袋。我们期以为开放核食是对不起台湾人，让台湾人的健康这个陷于一个惶惑、恐惧、不心安的长久的恶性状况之中的。所以我们要求民进党收回成命，以台湾人为念。这边还是咱台湾人的，不标示清楚。说不进口核灾食品，得罪日本人，是哪一门的官员？这个核食进到我们台湾的市场，我们不能够让执政党这样一直下去。昨天讲的可以，今天讲的不可以；昨天讲的对，明天讲的不对。这种政权，这种政府呢，对我们老百姓，对我们台湾呢，
是真的对不起台湾的人民。会中虽然市府卫生甲教育单位一再强调，对着食品的把关，卫生局长期拢有进行抽查甲查核，并无检验出有辐射的污染。而且教育局嘛强调，核灾食品绝对袂进入校园。不过，国民党的议员对着抽查检验的结果拢无啥信任。为了替人民的健康把关，国民党团要求台南市政府应该比照台中，动用第2五比金，个别检测核灾食品的专业设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湾首尔大学第8届校长交接典礼，前教育部长吴清基校长典礼，期待学校往好的方向继续来发展。而新任校长张校长嘛强调，会甲全校的教职同仁做伙突破招生的困境。台湾首府大学新旧任校长的交接典礼，前教育部长吴清基同时嘛是台湾首府大学的董事。伫前部长阁有侪位贵宾的干交之下，由新校长张书忠对旧任校长戴文祥的手中来接过印信，顺利完成新旧任校长的交接仪式。感谢各位的共襄盛举，一起来见证这历史的时刻。在今天的交接典礼当中，我们要感谢卸任戴文祥校长。他在校长任内的用心经营，带领全校教职员一起来勤耕这个基层，恪尽职守，为高等教育付出心力，也为教导首府大学的各个学子，来让他们能够勤学向上，突破自我，成为社会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非常难得。尤其是戴校长在接任校长之前，他也一直陪伴首府大学成长，从担任老师、系主任、院长、副校长，一直到校长的过程当中，他点点滴滴的用心，为学校奠定良好的一个基础。创校到目前20几档的台湾首府大学，伫咧少子化的冲击之下，积极转型成为栽培休闲观光产业人才为主的大学。前部长嘛肯定旧任校长的过去努力，希望未来新校长会当积极继续甲学校突破大环境的劣势。我想，之所以感恩，是因为在过去个人在首府大学从担任老师到校长任内。所有的过程当中，我非常感恩承蒙我们董事会董事长的支持，我们各界对台湾首府大学长期以来的支持跟关爱，以及我们全体师生同仁一起在我们最辛苦的时候，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愿意跟学校、跟校长一起来把这些问题克服解决。一定会全心全力贡献自己的多元专长，把校务工作做好，并努力带领着全部的教职员工团结合作，以求突破当前的各种招生困境。新校长张书忠嘛感谢董事会提供这摆的机会，在副市长戴千阁有真侪位相关重要的人物见证之下，会努力来承担接下来的挑战，并努力来甲学校向前推进。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咱台湾第一间顺日本系商店三井奥莱台南店将伫2月25日开幕。为了应付营运以后大量的人潮甲车辆，市长委托提前到现场关心，表示不只要做好交通维护甲停车的需求，防疫更是要紧，一定会要求业者用上界严格态度做好把关。三井奥莱决定来台南投资设店以后，台南市政府高度的配合，以导审到发出建造就1个月为例，凸显行政作业的高效率。
不过嘛，因为该购物商场相当受欢迎，2月25开幕以后热调，将造成周边交通等问题，所以市长委贴特别告场提出相关局处的简报，强调市府伫交通维护、停车需求甲防疫等方面一定会严格要求。由于过去的例子，我们看到三井Outlet在各地这个分店开幕的时候，都造成了相当庞大的人潮。这个人潮带来了繁荣，但是也带来交通的拥塞。所以呢，我们是严阵以待面对即将这个开幕的这个三井Outlet，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交通维护措施做好，也要把这个除了带来繁荣之外，也要带来秩序。那最重要，因为现在在防疫期间，我们希望整个防疫工作能够做到位，所以说入口的10连制，还有酒精或者是相关的措施的清消，还有口罩，这些的防疫措施一定要做好。如果没有做好，人流没有管制好的话，造成混乱，造成拥塞，我们该依法采取的这个动作，绝对会依法做到位。那也希望市民朋友们，如果要来这边消费，来这边这个做一个比较好的休闲活动的话，那我们除了欢迎大家之外，也希望大家有自我能够做好这个相关的防疫措施，也希望市民朋友们把防疫措施做好。或是来市府针对交通维护部分，包括所到的动线甲区内外有6500个停车位，拢已经准备好势。同时，市府嘛协调代替客运业者初期增加班次。高铁公车的市府线嘛调整15分钟一班，提醒想要购物世界民众提早出门，嘛一定要做好防疫。台湾新闻管制何长光采访报道。为了抢占亲子旅游市场，台南有青记饭店结合游乐园的业者推出大指定套房就送门票专案，让大人安心，囡仔欢喜。台南远东香格里拉大饭店为即马开始，一直到4月10号期间，推出亲子乐游假期专案。只要是入大指定的房型，不但会当伫饭店房间内感受亲子乐园趣味，阁会当享受饭店自助餐早顿。不止安尼，远东饭店阁甲乐园业者合作，推出户外游乐园，业者是驾驶知名艋舺造型的车辆，伫百货内底参观，2种门票提供选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百货公司可以玩过这些就是车子啊之类，还有一些饭店内的一些帐篷，然后我觉得非常棒。能玩这个车，然后也可以去住饭店，就感觉非常的棒。对。那你对哪一项设施最印象深刻？就这一个啊，在这边开车能让小朋友体验到加油然后洗车的感觉，而且外面有很多好玩的设施，很推荐大家去玩哦。在开春之际我们也推出了一个亲子乐游假期哦。那这个乐游假期只要是入住我们的15坪的尊龙客房了，我们在 check in 的时候就可以让客人选择选择是室内的Super Wing， 就是交通小乐园，或者是说户外的儿童乐园设施。那这个活动我们特别跟麻果移动乐园去做一个合作，希望带给家长来到台南这边来旅游，家长可以轻松的在饭店休息，那小朋友也可以在游乐设施玩得非常的尽兴哦。那除此之外，我们有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房型哦，就是我们的行政家庭客房。那这个家庭客房有2张大的床，那中间我们会特别帮小孩子去设定一个野营的一个体验，所以当小朋友来到这边跟爸爸妈妈玩，那也可以在室内乐园，那也可以跟家长去一个互动，所以这个专案是非常有趣，充满欢乐。亲子乐游假期专案，让大人囡仔伫饭店内就会当享受到亲像是来到游乐园同款的趣味，不但囡仔会当欢喜佚佗，大人嘛当心情放松。相信一定会让亲子家庭有一个大家拢满意的假期。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安南区红昌头的财政密集甲产量拢是全国数一数二，不过今年因为产销失衡，造成绩效直直落，所以上午市长委贴协同民进党市党部主委甲乐活基金会认购1000地，会中区公所嘛以台江小红梅吉祥物来积极行销。
红葱头伫几年前就开始大出，几年后阿兰区沙仑产地农民也咧辛苦采收。不过因为去年疫情影响，真侪餐厅无营业，造成红葱头的搬上了钱，加上个进口，连带影响今年收购计销。所以，市长为贴第一时间都要配合中央加强收购，并且加工延长寿命。小股嘛由乐活基金会甲民进党启动部注意认购1000地，希望消停农民并帮助弱势。我们要拿出具体的方式，第一，要请中央配合地方加强收购农民的红葱头，然后拿去加工，因为加工之后成为红葱酥，它的这个保存期限可以拉长，延长了它的销售的寿命。第二，我们也抛砖引玉，今天谢谢我们台南市党部潘主委，还有市党部的各位同仁，能够出手收购1000袋的这个红葱头，然后希望大家一起跟进，来这个购买。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红葱头非常漂亮，所以说真的是今年的品质更胜于往年，所以可以让这个你在家里烹调的时候，加上这个红葱头，一定是味道非常美。根据了解，红葱头伫阿兰区产地高达260公顷，已经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产量，嘛被合作红金的故乡。所以区公所对109年就以红葱头的特色，设计出台江小红莓吉祥物来代言，并开发翠暗等选豆品来积极行销安南产业。假日呢，就是我们安南区的人就是非常的勤劳。那假日他必须到他们家的葱田去帮忙剪葱，所以里面呢放的就是剪葱的这些工具，好，所以他就是能文又能武。然后身上的这个花的这个裙，他在假日他也是可以放在他的头上，当做一个花布包去遮阳，好，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就是可以代表我们安南区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好，所以我们就设计这个台江小红妹。那希望台江小红妹可以带着我们去认识安南、行销安南，然后行销我们这么好的产业。农业局表示，今年红葱头相当的水，品质比去年较好，加上自然的风味一定作赞。希望大家爱用家己在地，无形当中嘛降低对农民收入的冲击。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盐田北寮定安宫因为年久失修，厝顶漏水，为了唔通互新民压着雨，庙方筹办中修委员会以后，11号正式举行中修动工典礼，各界贵宾甲各友宫到背景拢欢喜出席盛会。位伫咧安南科工区内底盐田北寮定安宫，伫科工区也被规划进前，就直接建庙。经过岁月流逝，庙的厝尾顶有破损。每到落雨，庙内神尊就会压着雨。看到这款情形，互定安宫主委王正吉真心酸，想要替神明来修理庙宇。当时阵一间庙起的时阵，迄阵科技工业区还未来啦。即摆来时，阮的庙上价啦，上价阮搁掌管6000哦，怎有去顶动这个结果啦。即摆因庙已经顶冠面哦，铁拢烂拢要拢一份啊啦，变啊落大雨咯，就已经会落雨啊啦，落雨新民已经袂大一啦，袂大一啦，即个我担任这准备委员的时阵咯，当然就打讲啦，讲我会当尽量出一个力的啦，会当达地府先就管理部做帮忙啦，会当这个庙啦重修一个啦，唔通来落雨就落雨安尼啦，新民已经袂大一啦。但因为庙方无钱，庄头内底也无少年人会当接下这个任务。所以庙方主委王正吉以及庙公王太平便去找议员参选人蔡立青帮忙，希望会当为因想办法。蔡立青接下委托后，便向民政局寻求协助，但民政局回复无整修的经费，但收庙这件代志一直藏在咧蔡立青心内，一直到2个月后，庙方再度去拜托蔡立青接任定安宫中修委员会主委。这2个月期间，也出现种种成绩，经过考虑，才愿意答应。
盐田北寮定安宫咱的庙公以及咱的王主委因来找我，讲希望讲会当来甲协助这个重建的代志，因为即马庙年久失修，拢咧老化但是遮细庄佫无人佫无钱，嘛无少年要食，所以就想无办法啦结果伊一来甲我讲了后，咱地府千岁。就一直发威啦，一直显现各种神迹也让我们知道说他真的是需要我们来帮忙做这个重建庙宇的事情所以我都持续在跟他们关心后来发现说真的是他需要大家共同协力来帮助，所以拢无这个在地的人有法度来改新接，所以我就当然义不容辞也在大家的慎重的委托下，接了这个重修委员会的主委，然后来重建这个庙宇。11号中修动土典礼，安南区长也指明，议员黄丽娇、国交会敬友宫以及真侪贵宾拢共同出席，希望中修工程会当早日完成，让定安宫地王爷以及众神明会当继续伫遮护境安民，保佑大家。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2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